將簡約、自然、和諧嘅核心元素，透過木材低飽和度色彩同埋自然光線嘅日式風格，投放到今次380尺嘅居屋單位裏邊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Distinct Design。入屋之後，將收納、展示同埋用餐區域融合於一體。設計師就以溫潤木質深淺配合，餐台區域就以吊燈聚焦，營造出儀式感。喺呢一個電視區域裏邊，設計師就以直紋淺木質嘅護牆板串聯晒成個空間，打造出空間嘅視覺核心。左手邊嘅格仔玻璃間隔將休息室分隔開，引入翻柔和嘅光線到客廳之外，同時亦都兼具咗私隱同埋通透感。格仔玻璃間隔係現代版嘅日式皇室趟門，全覆蓋式嘅儲物地台設計，再加有升降茶几，係繁忙都市裏邊僅存嘅避世沉靜空間。主人房以溫潤木質帶出翻溫暖感，衣櫃同埋床頭板上邊亦都加有棉麻質感，增添多一份擦直風嘅樸素美感。浴室就以淺白色嘅質感為主，地櫃以懸浮設計打造翻輕盈感覺，淺藍色嘅馬賽克瓷磚就好似沖繩嘅天空同埋海水。廚房展現咗空間整合嘅極致，橄欖綠嘅瓷磚低調而有力咁樣定現咗廚房嘅風格，注入咗日本山林嘅苔蘚、松樹同埋竹嘅象徵，更嵌入咗洗衣機同埋洗碗碟機，每一寸嘅空間都精準被運用㗎。整體嚟講，今個單位所睇到嘅呈現，除咗係既定風格之外，設計師更以色彩嘅言語去表達象徵日本嘅唔同含義，打造出一個活靈活現嘅現代日式風格單位。